盡了手段胡媚大王，我罰你，你還心存不滿。王後，什麼事？舉姬，退下。說吧。举姬的硬婢项氏懷孕了，堂妹說她生下來的孩子主天下大變，将是霸星，兴我大楚的霸星。大王听了大喜，重賞项氏，封她為夫人了。霸星？这大楚社稷明明是大王和我兒米懷的，堂妹這是妖言惑眾。大王對此卻深信不疑呢。看來這後宮要出個與我兒爭太子之位的孽障了。王後的意思是，給那位項氏把脈的是哪位太医？女醫林氏。儿承女醫，從何學的醫術？習得何書？小醫曾師從齊越人邢岱下醫，所修之書為《內經》《靈書》《素問》《開產書》等。至今已治婦人病130又2，助產胎兒40又7。秦越人，莫不就是扁鹊？家師醫道高深，因此時人以古醫扁鹊之名相稱。名師出高徒，想來你的醫術不錯了。你可知此地為何處？宮裡的隱公處。作何用處？燕歌4人。聽說你有一個兒子叫金兒，今年幾歲了？不敢勞王后過問，小兒7歲。玳瑁，奴婢在。我身邊正缺一個伶俐的侍徒，明日你就把金兒接進宮來吧。是。小兒卑賤，豈能伺候王後？就這麼定了。王後，人常說，婦人懷胎最是生死攸關。我且問你，你既稱曾助產胎兒40又7，那其他婦人們若懷身後滑產者有幾成？難產者又有幾成？且出生後死胎又有幾成？這懷身之險，常有滑產者半，難產者又半，死胎又半。然宮中不比民間，諸事皆備，女醫侍任自然。我已知詳盡。懷身之險，滑產者半，難產者又半，死胎又半。那順產者百不足10，乃是常理。我把项氏交給你了，你放心，若有差池，必不會怪罪於你。王後，小醫學的是救人之術。你是要救人之術，還是想讓人把你兒子接進宮？你自己決定吧。项夫人，請您用藥。哦，来，今日之藥可与往日不同，聞着似有些難受。應王后之囑，新換了藥方，夫人喝下去就好了。哦，女医治。项夫人刚刚用過早膳，這藥的氣味會讓夫人覺得悶脹。你先把藥放這兒，待會兒奴婢再服侍夫人喝。夫人用藥有時，過了時辰，藥效就差了。且慢。见過舉姬，這是項夫人的藥嗎？
正是。相夫人怀的乃是霸兴兴我大楚之人，不可怠慢。我刚刚启奏大王，从今日起，相夫人用的所有药，需全宫御医共饮药方。煎药熬药之事，须由永相令亲示。是。哎呀，药都洒了。自今日起，直到你生下孩子，你和我一同住在这云梦台的主殿裡。这是我的卧榻，你就在此歇息吧。啊，应女不敢僭越。让你住你就住。倘若你诞下霸兴，你的身份就会比我高貴，或許還會比王後更高貴。啊，可是……沒什麼可是的。我這麼做都是為了你好。夫人，這是女醫治剛剛打碎的藥丸，奴婢拿來了。淡竹叶，碎骨子。你打碎了這碗药，卻碎不掉它的味道。这要平白打碎了，倒是可惜。可惜？你是可惜他沒有害了你孩兒的性命嗎？什麼意思？淡竹葉，性剛蕩寒，平日服之清熱利尿，然孕婦服之，更具打胎化胎之效。它還有另一個名字，叫做碎骨子。骨能碎之，延其下胎之烈性。这是誰要害我？你說呢？難道是女醫治？我與她無怨無仇。自然不是他。那會是誰呢？應女未卑，我在宮中向來小心做人，不曾得罪過誰。哪用得着你來得罪？此人一手遮天，這後宮女子誰能生誰不能生，全憑他做主。你不奇怪，我怎能知曉得如此清楚？5年前，他讓我喝下過同樣的藥。小醫試過了，沒有成功。那就再試。